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母亲节快乐！安尼看见正面、倒面，然后母亲的，安尼来讲，母亲节快乐。我有一个母亲节的早起时，囡仔透早起来，有早顿通去食。如果这个早顿毋是妈妈煮的，爸爸煮的，这个囡仔就问讲：爸爸，无啥好食哦。爸爸讲：啊，今仔菜我煮。囡仔就问讲：啊，今仔卡爸爸你咧煮菜，你咧做早顿。爸爸讲：嘿，今仔是母亲节啦。囡仔就跟问讲：啊，那你其他的日咧？敢讲其他的日拢母亲节？家庭内面，母亲扮演足重要角色，在咱的三顿拢是老母的照顾。今仔日咱来庆祝母亲节，咱同齐要来思考母亲对着咱的要紧性，上时特别，咱伫咧这所在要来谈论一个母亲，这是一个平凡搁伟大的母亲。咱所要讲的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。咱台语咧讲到疼，甲着疼是同义。伫中文咱讲爱跟痛，这是无同款两字。但是伫台语内面，疼我疼你，意思就是我爱你。这个疼毋仅是真实的爱，上时是爱甲会疼，爱甲心会疼。当咱通过玛利亚这个耶稣的老母，咱来看一个老母伊安怎疼伊的囝，疼到心会疼。玛利亚伊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的少女伫要出嫁进前，伊的老爸也是伊的兄哥会甲伊祝福，来讲。阮的小妹，愿你的子子孙孙有千千万万，愿你会当成做千千万万人的老母，愿你的后代会当占领对得的城。那即句话是出自创世纪第24章，原本是一个女子，伊的名叫做利贝卡，利百加，伊决定要嫁予亚伯拉罕的后生以撒。路途真远，所以兄哥为着要甲伊送行，予伊一个祝福，你通讲是一个不止大的一个祝福。伊祝福这个利百加会通成做一个老母，毋仅是结婚，毋仅是甲人这个结成一个家庭，上是会通成做老母，毋仅是通成做老母，会通对伊会通有无数的保障。利百加后来伊生以撒甲雅各，雅各成做以色列的祖先，所以利百加也成做以色列民族的先祖。咱讲祖庙，伊的后裔一代传到一代。上帝选民对伊来说，玛利亚也得到祝福。咱看见玛利亚所得到祝福，拍算比利百加搁较济。因为伊嘛生一个囝，而即个囝名叫做耶稣。耶稣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对耶稣，伊的子孙毋仅是以色列百姓，上时是正百姓，就是外邦人，也拢伫耶稣内面成做上帝国的选民。所以玛利亚落尾也互人称作是万代讲伊有福气的人，总是。即个玛利亚，当要成做万世代讲伊是福气的妇人人进前，伊是一个伊的内心互内见，甲伊插，毋仅是插，上是插通过去，插甲通过去的一个老母。伫耶路撒冷有一个敬虔的人，伊的名叫做西面。
这个西面圣经的描写讲，伊是公义、上时非常的敬虔。伊生中间有一个祈祷，就是伊期待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疼、上帝恩典能够伫拯救以色列。当耶稣的老母抱着耶稣来到伫圣殿来举行献祭时阵，拄着即位西面。西面看到玛利亚抱着婴仔耶稣，伊就安尼讲：讲即个婴仔受到选立，是要互以色列人中间济济人跋倒，总是济济人要爬起来。耶稣成做一个审判，有济济人伫即个审判中间会跋倒，但是耶稣也成做祝福，济济人通过耶稣，伊会通爬起来。伊阁要成做受攻击的记号，要互济济人的内心原本稳重的意念会通显明出。那你，玛利亚，你是个老母，你会知，你的心会敢若亲像有一支刀插你到你的内心内底，毋命插，上是插较夯过去。这是当初时这位西面对着玛利亚所讲的话，对耶稣道成肉身、成做人的款式，来到伫世间的时阵，玛利亚伊经历伊做一个老母有的欢喜，总是一生中间嘛经历真侪疼的时刻，疼到心会疼即款的时刻。玛利亚的心疼，对伊怀孕的时阵就来开始。天使入比加受到上帝差遣，到伫拿撒勒即个小城镇，着玛利亚。当这时，伊是一个在世女，还未出嫁，甲伊宣布一个消息，讲你是得着福气的人。我问你安，因为上帝甲你相隔伊的。玛利亚迄个时阵已经甲一个人订婚，就是约瑟。订婚就是讲将来要成做翁某。某一个程度来讲，这个时阵伫律法上，因就是合法的丈夫甲家后一款的关系。不过伫订婚期间，这位新郎甲新娘还未做伙，因就爱分开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有时不止长，有时啊长到1冬以上。时间到了后，这个丈夫会来将这个新娘带倒去厝，暂时举行为期1礼拜的这个喜宴。但玛利亚是拄伊伫一款订婚的时期中间，天使来甲伊报伊已经怀孕这款的好消息。天使出现，对着玛利亚已经非常的惊吓，所以当伊惊吓中间，天使就对伊讲：玛利亚毋免惊，因为你伫上帝面前已经得着恩典，你要怀孕生囝，你将来要甲伊号名叫做耶稣，甲伊号名叫做耶稣，是因为这个名耶稣这个名的意思就是一个拯救。伊来到伫这个世间，伊要来成就一个上帝拯救世间人这款的计划。毋仅是安尼，伊要称作是至关者上帝的囝。上帝要将伊的祖大必的王位传予伊，伊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。将来伊的国度也无到伫终止。咱若听到这个消息，敢毋是非常通欢喜吗？敢毋是会通感受到真大的荣耀吗？大必这是以色列人中间介受到尊重的君王，到伫今仔日，以色列的国旗，迄个6星旗，就是称作大必的星。所以以色列人到伫今仔日，也咧怀念因伟大的一个君王，叫做大必。如果玛利亚是一个有政治权力欲望的人，伊若是重视这种的权力的人，那你会感觉非常的骄傲，因为伊将来要生的囝是大必的子孙，将来会通亲像大必遮尔伟大。可是玛利亚显然，伊毋是一个有这个权力欲望的人。伊迄个当下，伊所想到的是讲：我还未出嫁，我还有我的名声。还未结婚就来生囝，你通讲是一个无光彩的代志。
暂时伊袂通了解，我著还袂甲我先生做伙，他会讲我一定快乐。伫古早甲诶妇人人，包括未婚也是已经结婚诶妇女，因拢有一个机会，加一个心愿，就是讲我希望我会通约束我家己，会通守着即个禁欲诶生活。玛利亚拍算已经有即种诶想法，所以伊常听兄问天使一个问题：我也袂出嫁，也是讲我也袂甲着查甫人做伙，太有即款诶代志通发生。天使来讲，因为圣神要临到你，至关者诶气力要指引你，所以也因为即个缘故，你所生诶圣者要称作是上帝诶囝。一个人世间诶老母，伊生出一个囝，这个囝是上帝诶囝。一个已经订婚诶妇人人，算起来已经是有夫之妇。而即个听候先生来甲伊迎娶诶时阵，若是互人发现讲伊已经有身，这是真见笑诶代志。因为人会认为讲，即个人无守妇道，即个人犯着通奸。除了爱忍受知影诶人，伊个所在指指点点以外，伊爱面对一个危险，就是当初时的法律，人会通用石头甲伊钉死。玛利亚怀孕，伊无了解是安怎伊会通怀孕。当伊怀孕，伊要安怎往伊个先生、伊个未婚夫约瑟来交代。即使伊个未婚夫若知影这样代志，伊个未婚夫有啥物款的反应？是毋是伊个未婚夫会将伊休掉，也是伊个未婚夫会要求人用石头来甲伊钉死？天使为遮尔大荣光的一个因为，拢是玛利亚做一个人，做一个老母，做一个世间平凡的女子，伊个心的确感觉非常的乱。这项代志较会临到伫我，伊个心敢若亲像倒咧刮。我都无发生即款代志，是安怎这项代志临到伫我？不过玛利亚即种心内犹豫，也心内伫即个所在混乱的时阵，有即种信心。伊无搁继续追问是安怎这项代志发生伫我，伊做一个信用的决定。伊对天使讲：我是主的查某囝。我真愿照你的话成全伫我身上。我是主的女婢，我真愿照你所讲的话，上帝所要成的事，会通成就伫我身上。换一句话讲，玛利亚希望无完全了解，这项代志到底有偌深远的意义。咱今仔到伫2022年，倒来看这段历史的时阵，咱会通看到这段历史影响遮尔大。耶稣对着全类影响遮尔大，总是伫当初时的玛利亚，伊袂通了解，伊袂通看较遮远，伊还阁无完全了解到底这项代志会影响到你偌深。足侪代志伫当时的伊袂通了解，袂通明白，但是伊做一个信用的决定。这个信用决定是讲，我愿意顺服。若是照天使你所讲的，我愿意顺服。伊真愿放下家己原本有的计划，伊甚至愿意放下伊的面子，伊甚至愿意忍受有可能互伊的未婚夫甲伊休掉即款的命运，伊甚至着爱忍受有可能人来取笑伊，用石头甲伊钉死即款的危险。伊做一个决定，若是这是上帝意思，我真愿照安尼来。约瑟伊是一个义人，当伊听见玛利亚怀孕，伊嘛真困难接受。当时伊是一个义人，伊无愿意明明来互玛利亚去着见笑，伊就讲我暗中将伊休掉就好。结果上帝使者伫梦中来约瑟显现，来讲你毋免惊，你只照上帝意思，将玛利亚带过门来做你的某，因为伊所怀的胎。是对圣神的，圣神伫整个上帝拯救的计划中间扮演非常非常重要角色。若毋是圣神，
这个故事、这个代志就会发生。总是伫上帝拯救的计划中间，通过圣神要来成就一个人的头壳所袂通了解，一个人想象所袂通明白的代志，伊要通过这个来成就伊的拯救。那约瑟嘛袂通了解圣神感恩到底什么意义，较有可能会通发生伫我身上。到底这样代志伊偌远的深远的影响，伊嘛袂通了解。当时伊犹原做一个新的决定，但是上帝，这是你好的意思，我照你的方法来做。怀孕对着一个妇人人，对一个家庭来讲，是通好欢喜的代志。玛利亚怀孕已经超过伊家己所会通想象之上，毋是伊计划中间的代志。暂时因为这个怀孕，伊伫爱可能承受遮尔济的危险。圣经讲，玛利亚安静、恬恬来领受这一切。伊无完全我都完全了解，总是藏伫伊心内，常常想这项。伊每一摆想这代志的时阵，伊的心有可能亲像倒伫菜。玛利亚身孕已经大，伊准备要生囡仔。要生囡仔时阵，客栈无所在。天使予伊的应允是讲，将来你这个囝是特别的子孙，将来是要做王。但是这个王，毋是出世伫王宫内底，这个王毋是出世非常荣光的所在。这个称作是至关者的上帝。来到伫世间的时阵，伊出世的所在是伫马座，卑微的马座。上帝救恩对介卑微的所在来开始，这是互人料想袂到的代志。对着玛利亚来讲，互我遮尔大应允，但是当这个囡仔要生来时阵，竟然连客栈无有伊通休困的所在。毋也是安尼，煞只。佮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希律王要害这个囡仔，所以约瑟甲玛利亚就带着伊拄生的这个婴仔，逃亡到伫埃及迄个所在，过着流亡的日子。你若有机会到伫埃及开罗迄个所在来这个旅游的时阵，迄个所在有一个小小教会，叫做第一家庭的教会，一个纪念。约瑟、玛利亚带着婴仔耶稣到入埃及过流亡日子，但玛利亚袂通了解是安怎，互我遮尔大应允，总是伫我的生命中间，就爱做有遮一切。遮个做有，就敢若亲像一支的刀，不管是插伫玛利亚的身上，伊袂通了解，总是伊做一个老母，伊有一种的本能。就是尽力来保护家己的囝。有一个出名的刀，咱知伫即个过去一个都市叫做庞贝，这是伫即个意大利的所在。有一摆火山爆发，火山爆发的时阵，即个火山会沿即个岩浆将即个规个城市甲伊灭掉，甲伊埋没。后来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中空的岩场，内面敢若有物件，总是内面是空的，因袂通知到底是啥物款物件，因就将石膏拍一个洞，然后将即个石膏甲灌入内底。当到即个石膏定去了后，甲伊看，原来这是一个老母屈的，将伊的细汉囡仔甲伊揽伫内底。当即个火山爆发的时阵，即个岩浆一直流来，已经走命走袂去，总是伫迄个时刻，介危急的时刻，即个老母伊所做的一个动作，就是将家己的囝保护家己的怀抱内底。即个石膏上见证一项事，老母天生就体，特别是伫拄着危急的时阵，老母常常是奋不顾身。来保护家己的囝，保护儿女，
这是上帝互每一个老母自然的一个天性。玛利亚嘛无例外，伊要保护伊的囝，带伊的囝逃亡到伫埃及的所在。人讲，对遮咱通看见玛利亚对耶稣有诚深的一个感情，诚深一个疼。当耶稣渐渐大汉到12岁时阵，年纪佫倒来到伫拿撒勒的所在。约瑟甲玛利亚到伫耶路撒冷来守节。当因守节了后，要对耶路撒冷佫倒去的时阵，行一日的路程，发现讲，阮的囝耶稣是安那无对路，因想讲是甲其他的亲人朋友做伙，所以开始紧张。紧张了后，就倒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来去找耶稣，找3日才找着耶稣。发现耶稣还佫伫圣殿内面。坐遮个宗学教师的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遮个宗教教师讲：这个囡仔哪遮尔巧？但是玛利亚心内是非常的烦恼，因为找囡仔找遮尔久，心内非常的挂虑。当看到耶稣的时阵，就甲耶稣讲：囝，你较会通安尼对待我？你看，你的老爸甲我拢非常的烦恼，来找你。老母烦恼挂虑，伫一句话中间非常清楚自然来流露。若是耶稣安怎应答？耶稣对老母讲：你哪会找我？你敢毋知我伫踮伫我的爸的厝吗？咱中文的翻译讲：你们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意思是讲。这12岁囡仔，伊开始知影一项事，伊的老爸是上帝。对一个老母来讲，介难割舍的，就是骨肉至亲。你捌对一个家己的身躯来生出这个囡仔，咱讲血肉之亲。耶稣是玛利亚经过10个月怀胎所生的来，伊细汉的时阵，爱为着伊冒着性命危险来照顾伊。总是玛利亚，伊必须要慢慢接受这项代志。这个道成肉身的主，毋是属于伊的。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，毋是伊会通拥有的。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，是上帝为着全人类所备办的。所以当耶稣安尼甲玛利亚回答的时阵，咱通去想象一项事。玛利亚这个时阵心内佫插一个。这个囡仔无搁再属于我。这个囡仔，伊的老爸是上帝。做一个老母，伊有天生老母的感情，但是现主时，伊的内心必须要接受，愈来愈清楚接受一个事实：这个囡仔毋是敢若属于伊。玛利亚还佫无完全了解这个意义，拢是伊将遮个代志放伫伊心内。反复咧思考。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理的时阵，有一摆受邀请来参加一个喜宴。玛利亚也参加这个喜宴。伫喜宴中间发生一个人讲非常尴尬的代志。这个主人家感觉非常失礼的代志，就是准备的酒已经啉了，人客还佫伫咧，拢是无酒通好啉。玛利亚就去找耶稣，希望耶稣会通斗相共。玛利亚对耶稣讲：“因无酒啊。”意思是讲，耶稣你若通帮助因，这个时阵帮助因。就拍算耶稣对着玛利亚回答讲：“有人我甲你有相关关系。”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是安尼讲：“这甲你甲我有相关关系，因无酒，这是主人家的代志。因主人家会释怀。”啥事你就来找我。总是下面耶稣佫加一句话，讲：我的时还未到，我的时还未到。意思是讲，玛利亚，你这时阵足着急，要关心这个主人家，希望这个主人家莫老气。我嘛共款关心这个主人家的需要。总是我所要行的代志，较要紧的，我所关心的是上帝的恩光，上帝的时候。我的时候还未到，
若是你爱我，看到我伫即个所在帮助因行一个事业，即个时间毋是你来决定，即个时间嘛毋是我决定，即个时间是爸上帝在决定。玛利亚听到耶稣毋是称呼伊亲爱的老母，是讲有恁人即项代志，甲你有相关相关。咱会通想象老母听到囝安尼称呼，心内敢若亲像互倒出一个共款。啊，耶稣传道理非常的道理，工作非常的无用，伊甲伊的门徒认真传上帝国的福音。认真到有诶时阵，连饭也无顾得食，所以一人咧讲，耶稣敢若狂癫啊！即个人敢若非常的疯狂，做诚侪代志，人袂通了解。玛利亚教着耶稣的兄弟来看伊，目的是要将伊带倒去找。所以有人就甲耶稣讲：“你的老母在找你，你的老母在找你。”耶稣安尼回答讲：“啥物人是我的老母？啥物人是我的兄弟？遵照我的爸上帝旨意的，这个人是我的兄弟，这个人是我的老母。做老母，玛利亚听到一句话，也直觉感觉会心疼，敢若亲像互刀所插的一样，因为伊知伊已经失去做耶稣的老母的唯一性、单独性。耶稣毋定是有一个玛利亚做的老母，耶稣讲，你个遵照天父上帝旨意来行，是我的老母。上帝国的国度，甲着即个自然人世间有真侪亲密的关系，总是有诶时阵嘛有非常冲突的所在。咱人自然的血缘关系非常的可贵，老母甲囝、爸母甲儿女，即款自然的血缘关系非常的可贵。总是伫上帝国中间有一种的关系，灵性的关系，比即个自然血缘的关系搁较可贵。自然血缘的关系，甲着超自然灵性的关系，即两个拢有非常大一个价值。伫大多数的情形下面，是彼此会通互相合拍。所以圣经也告诉咱，讲恁着爱孝敬你的老爸，孝敬你的老母。做爸母的也着疼惜家己的儿女，这是自然血缘关系中间，圣经对着咱的所做的一个要求。可是咱爱知影一项事，就是即个超越伫自然即款灵性的关系，有诶时阵甲着自然血缘的关系，即两个价值有诶时阵会发生冲突。当发生冲突的时阵，你爱做啥物款的选择？当上帝命令亚伯拉罕一项事。亚伯拉罕领受上帝诚侪祝福，伊嘛是一个顺服伫上帝的人。可是亚伯拉罕听去上帝安尼命令伊讲，你着带你的囝，就是你介疼迄个囝，到伫山顶的所在，将伊献做祭。这是自然血缘的关系，甲着超自然灵性的关系发生冲突的时阵，上帝若要爱你所介爱的囝，你会通献互伊。当耶稣对个老母玛利亚讲：“母亲，有恁人，阮有啥物款的关系？我的事还未到。这个时刻嘛是血缘的关系，甲着灵性的关系中间发生冲突的时阵。伫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内面，亚伯拉罕选择顺服伫上。伫这款关键性的时刻内面，耶稣选择上，将因介亲即种的亲情。”放伫一边，因为这个时刻，自然的血缘亲情的关系，有可能会成做一个阻挡人顺探伫上帝面，袂当将上帝给予命令当作是解决的真理。咱来知，伫咱的人世间中间，甲会阻挡咱来亲近上帝，有诶时阵毋是别项物件，是你的亲情。有诶时阵，你的亲情。会成做你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一个破卡石，这个真困难，咱拢真困难去面对这款的困难。但是伫圣经中间，互咱看见，有诶时阵，你着拄着这款的困难，拄着这款的困难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做？
玛利亚拄着一款的情景，伊嘛是亲像刀咧插伫伊的内心上，伊嘛会通做一个选择，伊知影伊必须要做啥物款的选择。那最后耶稣行到伫伊人生的最后一站，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，伫即个十字架顶，伊的老母伫十字架下骹，耶稣看起伊老母伫十字架的下面。咱讲人世间有三种的大不幸：当你少年的时阵、幼儿的时阵，你的父母死去，这是人生的悲哀；当你到伫中年的时阵，你的先生也是你的婚姻人离开你，这是人生另外一个大不幸。到伫你年老的时阵，你的囝来死去，被头毛的送无头毛的。这是人生足大的不幸。玛利亚这个时刻，伊咧经历这个大不幸，伊要亲目睭看起伊的囝来死。玛利亚亲目睭看起罗马兵丁用铁钉将耶稣的手甲伊的手踝、伊的骹，将钉伫十字架顶。伊亲目睭看到耶稣伊头壳顶有一个刺皮所做的绵羊。记伫个头壳顶，伊亲目睭看见耶稣规身躯对头、对骹、对伫手流血，滴落到伫地面上。伊亲目睭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伊也耳孔去听去，这罗马兵丁伫个所在咧乞笑，因甚至将耶稣的外衫甲伊摕来，伫迄个所在掠念头啊来分伊的外衫。伊亲耳孔听见耶稣伫十字架顶喊话一个艰苦的声音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事气死我？”伊亲耳孔听见遮济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伫乞笑耶稣，讲你若通叫别人，你较袂通叫你家己。看见遮个，听见遮个，这是伫伊所生养，捌伫伊所抱伫伊怀内。看到伊一天一天在成长，然后看到伊为着上帝国度，不管是咧努力咧拍拼咧传道、医病救人，会通行济济好事，讲济济好道理的囝耶稣，这个时阵，无人钉伫十字架顶，遭受被领导即款的折磨，渐渐的死。咱会通知这个时刻，玛利亚。这个耶稣的老母，伊的心真正互刀插着，毋也插着，是插甲痛过去。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嘛，看到家己的老母伫十字架下，伊用伊生命最后的一个气力，伊对玛利亚讲：“看你的囝。”我对着伊所听的门徒约翰讲：“看你的老母。”耶稣将伊的老母玛利亚来交托互伊所听的门徒约翰。耶稣的话点彩会当互玛利亚感受到安慰，毕竟这个囝有缘上着伊。当时当伊亲目睭看到耶稣往钉伫十字架，亲耳孔听起济济遮的礼骂乞笑的声，伊的心必然非常的痛苦。做老母非常无容易，要做耶稣的老母，搁较无容易。做老母真辛苦，要做耶稣的老母，搁较辛苦。玛利亚一生，互咱看去，对圣经所做遮的记载，伊为着伊所疼的囝耶稣，伊的心不管时，就爱互刀来点插过去，插甲通过去。太济代志，伊袂通了解。太济代志，毋是伊的计划；太济代志，伊家当放伫伊心内来想，到底这样代志是安怎？玛利亚会落尾通受到世间人尊重，若是伊有甲世间人同款老母的心，疼家己的囝，保护家己的囝，佫较是因为伊诚做耶稣的老母，为着耶稣一生陪伴耶稣一生，对伊出世到伫伊钉伫十字架顶。伊陪伴伊的囝，伊的心必须要常常互刀插过去，
亲像互大剑插过去插头即款的当着。伊袂通完全了解这一切代志，伊会通所做的，就是对着上帝信心。伊坚持即款的信心，伊的心内只有一个意志，愿上帝的旨意成全。上帝旨意成全的过程中间，需要亲像刀插入到伊的内心的时阵，伊也欢喜来承受。伊欢喜谦卑来讲，我真愿上帝的话成全伫我的生命。拄拄因为伊的心互刀插过去，伊对耶稣的疼，会通对着原本自然血缘即款的关系，提升到伫灵性界悬的即种变化。阮的复兴时期，介伟大的一个雕刻师米开朗基罗，又雕刻一个雕像，叫做圣桑拉皮耶特。这个雕像就是咧描写，当耶稣定死入去了后，这个玛利亚将耶稣定死入去，耶稣就是伊的囝，抱伫伊的胸坎的雕像。玛利亚倒伫这个耶稣倒伫玛利亚的这个骹头骨，伊的肋骨骨有一道的伤痕，伊的头壳凹，代表伊已经死。但是这个玛利亚将伊的手展开。然后抱耶稣放伫个骹头骨。米开朗基罗咧雕刻这个玛利亚时阵，伊将玛利亚雕刻亲像一个少女，毋是非常年老的老母。伊讲，我特别要将玛利亚来雕刻亲像一个少女共款，是因为伫伊的心内，伊认为玛利亚是一个纯洁、崇高的化身，伊是一个神圣的象征。所以会通永远保持青春美丽的容貌。玛利亚永远的青春甲高贵的形象，这是要象征人类咧追求美好的事物的一种理想。这是米开朗基罗介出名的一个雕像中间的一个。用耶稣讲，什么人是我的老母？遵照白纸的就是，伊是咧邀请所有人。特别是天下面要做人的老母的人，毋也是做你自然血缘的囝的老母，耶稣邀请你来做伊的老母，要互你甲着上帝中间的关系，甲着你其他的儿女中间的关系，毋是干那停留伫血缘的关系，你会通成做一个灵性的老母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对着咱基督徒的老母来讲。咱珍惜咱自然的亲情，若是你的囝、你的查某囝、你的囝、你的孙，伫这个时刻会当甲你讲一句母亲节快乐，我想你的心会通得到安慰。若是佮送你一个礼物，你会佮较欢喜；若是送你一个大红包，点彩愈欢喜。拢是当咱领受咱的儿女一转的感情时阵，咱有信仰的基督徒。咱毋也是干那咧对自然血缘的关系来了解母囝一款的感情。咱通过玛利亚的故事，要互咱知，咱做一个父母，咱做一个老母，咱也着信仰来提升咱的母爱。玛利亚毋也是疼伊的囝，用自然血缘的关系来疼伊，伊是伫信仰的挣扎中间，一站一站，一届搁一届。互刀插过去，迄款的疼，用迄款一疼，伫即个所在来做一个老母。一个基督徒的老母，毋也是要疼惜伊家己所亲生有血缘关系的儿女，因为伊有信仰，所以伊也疼惜伫上帝厝内面所有儿女。所以耶稣咧邀请所有人，只要是照白纸的，会通做我的老母。伊是咧邀请所有遮的老母来成做教会。加尔文捌伫伊著作中间来咧比喻，伊讲教会亲像啥物货？教会就亲像灵性的老母。上帝欢喜将一切儿女呼召教会的怀抱内，毋也是要互因伫因信仰会影的时阵，做儿童的时阵来养饲因，同时也要互因受到教会老母一般即款的关怀，直到因灵性的生命会当长大成熟。教会
亲像老母。教会中间，咱会通培养属灵的儿女，就是耶稣讲，啥物人是我的老母？伊个照爸上帝旨意来行的人，就是。咱的教会也就应该照着福音书内面所记载玛利亚的故事，互咱来学习做老母。特别咱中间所有老母，咱就爱学习玛利亚这种信仰、灵性的提升，用这款方式来做老母。咱真心期待通过玛利亚一生的经历，用疼来疼家己的囝，这款的心，就互咱的教会真正会通成做这人的老母，才能同心来祈祷。特别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捌互阮经验到老母的疼，伊的疼，互阮亲身感受到亲像上帝的疼。老母的疼，也伫即个世间要见证上帝真正是疼。恳求你帮助阮，通过圣经所记载耶稣老母玛利亚的故事，伊的心情、伊的心灵的改变，互阮来学习安怎会通做好老母，特别互阮有即种信仰的决定。这代志阮无拄拄即个时阵会通完全了解，总是若是上帝你所启示。安尼，阮要学习玛利亚所讲的，阮情愿照你的话成就伫阮的身上。阮中间一做老母话，因为儿女的关系，因的心在痛痛，因的心有时阵就亲像刀在插一样，就是当这儿女在破病，当这儿女不好，当这儿女离开信仰，当这儿女做侪无好的代志，老母的心会敢若亲像互刀在插一样。爸啊，互这个老母学习玛利亚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互因知每一摆互刀在插的心，犹原有疼，也即款的疼会通带来真正拯救。爸上帝求你安慰因，也求你帮助因，通过因内心的痛疼。会通愈了解神的一天，会通愈了解上帝的天，也愈通知安怎用上帝的天来听家己的儿女，毋也是听家己的儿女，也听教会内面属于你的儿女。爸，阮的上帝，阮求你祝福阮四一对四，伫阮的中间来兴起侪有信仰的老母，让阮的教会会通成做侪人。信仰的老母，他们祈祷靠耶稣基督的信。阿门。